第10章對話7，讓愛情永葆生機。對婚姻感到厭倦，是因為沒有用心。一位同事的丈夫，你們發現彼此間的關係已經發生了不可思議的改變了嗎？在一次非常積極的諮詢臨近結束時，我問眼前這對快樂的夫婦伊內茲，這位大嗓門、紅頭髮、總是充滿激情的女士回答說：我發現了，但我們能一直保持這種感覺嗎？我的妹妹比較刻薄，她告訴我：你認為你和費爾南多又找到了愛情，但婚姻只是一種習慣，它和牛奶一樣有最佳食用日期。不出6個月，你們又會回到以前那種矛盾重重的狀態。沒有人可以掌控愛情，因為愛情就是這樣。當他這麼說的時候，我很害怕。也許我們又會重新陷入以前的爭吵和孤獨之中。那次諮詢到此就結束了，但在我寫諮詢記錄的時候，我的腦海中出現了2個聲音，一個是希臘哲學家克拉克利特 Heraclitus 所說的萬物皆會流逝，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我想愛情一定是這樣的，只需要看看有多少伴侶在接受治療後又恢復原狀便知。也許伊內茲的妹妹只是比較現實，但另一個聲音在我腦中突然響起，那是11世紀中國詩人蘇東坡的一首詞：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也許戀人們心情依戀的時刻便已擁有足夠的力量，好讓他們年復一年地長相廝守。我認為我們的研究表明，即使伴侶處於巨大的生活壓力之中，他們也依然能夠延續自己在 F 諮詢中所創造出的那種滿足感和幸福感。這麼一來，我就知道該如何回答伊內茲的問題了。下一次諮詢時，我告訴他，一切事物都會變化，但對於愛情關係來說，不會再有愛情就是這樣的定論了。我們終於學會了如何製造和維繫愛情，現在由你和費爾南多來決定你們的關係將如何發展。沒錯。如果你不積極地關照你們的關係，那你們來之不易的成果將會漸漸消失。但愛情就像一種語言，如果你勤於使用，就會越說越流利；如果你不這麼做，就會漸漸生疏。對話是愛的語言，它為我們的關係提供了安全的避風港，並且培養了我們靈活探索的能力，讓我們的愛情充滿活力，繼續成長。對話7是一幅引領愛情未來走向的地圖。這些步驟包括回顧反思你們關係出現危機的時刻，也就是你缺乏安全感、陷入魔鬼式對話的那些時刻。這有助於你們找到重建安全情感聯結的捷徑。慶祝你們有過的幸福時刻，無論大小。要做的事包括：第一，仔細回憶日常生活中那些促進你們真誠開放、互相回應，並且幫助你們理解彼此會給到對方積極影響的時刻。第二，清晰地表述在你最近的親密關係裏，那些使得你們愛情升溫的轉折時刻。在日常生活中，為離別或重聚的時刻安排一些儀式，來紀念你們之間的情感聯結、支持與回應。這些儀式是在喧囂嘈雜的世界中維繫你們安全情感聯結的一種方式，幫助彼此識別出在反復發生的分歧與爭執中潛藏的情感依戀問題，並共同決定如何預先化解這些問題，以有意識地創造情感安全與信任感。這能夠幫助你們真正解決問題，而不會讓棘手的情感依戀問題成為妨礙。我稱之為以安全第一列策略。一旦情感安全得以建立，一方就可以用更溫和、不那麼逼人的方式去提出問題，而另一方也可以在討論中做到情感投入，即使他並不同意伴侶所提出的觀點。創作一個有彈性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描述了你們如何建立並持續建立着一連串的愛情聯結。故事內容包括你們曾經如何陷入衝突與疏遠，又如何學會修復裂痕、重新聯結並寬恕傷害。這是一個關於不斷墜入愛河的故事。創作一個未來的愛情故事。這個故事大致描繪了你們對未來5年或10年後情感聯結的期待。你希望對方如何幫助你實現這一願望？
對話七建立在這樣一種理解之上：愛是一個不斷尋找情感聯結、失去情感聯結，繼而又將它尋回的持續過程。愛情的聯結是有生命的，如果我們不去照顧它，它自然就會開始枯萎。在一個發展速度越來越快，要求我們處理越來越多工的世界裏，活在當下，滿足自己和伴侶對情感聯結的需求是一項挑戰。這最後的對話要求你對你的愛深思熟慮。讓我們看看它是如何工作的。繞過前方險路。伊內茲和費爾南多很容易就識別出他們之間出現危機的一些時刻。他們的抗議之舞已經持續多年。費爾南多的過度飲酒以及伊內茲的激烈恐嚇使抗議之舞變得越來越激烈。現在，在這段對話中，伊內茲告訴費爾南多，每當你變得無動於衷，轉身離開我時，我就會感覺到害怕。我很想告訴你，喂，費爾南多，你可不可以留在我身邊？你能聽見嗎？這對我很有幫助。不然，在那個當下，我是無法擺脫自己內心的焦慮的。費爾南多也反過來告訴伊內茲，他希望他能簡單地直接說出他是在生他的氣，並且明確地說出是什麼讓他心煩，而不是立即向他發出最後通牒。兩人都同意，這些迂迴的方法可以幫助他們保持情緒平衡，遠離消極的迴圈。另一對伴侶，克里斯蒂娜和戴倫差一點就因為戴倫的出軌而離婚。我想我們正在從那段婚外情中恢復過來。他對他說，但我想讓你知道，現在哪怕是你最輕微地暗示說我們沒有足夠的性生活，都會讓我想要逃跑和躲藏。只要一想到我永遠不能滿足你，就會讓我瞬間充滿恐懼。雖然這種想法不再支配我的身體，但在那一刻我還是覺得胃很難受。戴倫說，我理解。那天晚上我說出那些話的時候，我是想用笨拙的方式告訴你，我渴望你。我怎麼樣才能夠幫助你？克里斯蒂娜顯然鬆了一口氣，輕聲說道，也許你可以現在立刻告訴我，我們的性生活很好，和我在一起你很開心。他笑着回答說，這一點我可以做到。紀念心靈相通的時刻。通常情況下，我們不會告訴伴侶自己是如何被對方的某些特別而細緻的言行所打動的。可能一個自發的詞語，一個無心的動作，就能給彼此創造出一種歸屬感。費爾南多有點而不好意思地承認，當聽到伊內茲在兩人經歷了那麼多事情之後，依然向他的同事介紹這是我親愛的老公嘅時，他感到自己的心都被融化了。這句話讓他覺得自己對他而言很珍貴。他每天都會想起這件事。沒有人會忘記愛情突然變得更加清晰的那些轉捩點，這些 ARE 時刻一直伴隨着我們，分享他們是很重要的。海告訴唐，對我來說，愈合我們之間裂痕的關鍵時刻是那天晚上。雖然我們已經結婚45年，你還是告訴我，我牽着你的手對你來說有多重要。你總是會伸出你的手，我想有時我會握住它，有時不會。當你告訴我牽着你的手對你來說有多重要，對你來說這意味着我們在一起，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時，我被深深觸動了。我突然覺得你是一個需要我的人，而不是一個喜歡制定規則的大男人。在與另一對伴侶的會談中，我們討論了勞倫斯的抑鬱症是如何毀掉他的生活的。他對妻子南西說，如果沒有你，我想我是無法渡過這個難關的。儘管我很孤僻，但你一直在我身邊。那天我去面試，結果他們把工作給了另一個人。我回到家後，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失敗的人。你還記得你說了什麼嗎？南西搖頭。你問了我，然後說，你是我的男人。無論如何，我們都會挺過去的。我愛你，先生。我會永遠記得這番話。當我遇到困難或懷疑自己的時候，這段記憶仍然能夠幫到我。即使在伴侶陷入魔鬼式對話的時候，其中一方也能夠產生同理心，這令我大為驚嘆。
我鼓勵他們要抓住那一刻，把它當作黑暗中的一束光，努力重建他們的關係。馬克森通常都會因旅客的沉默而生氣，但他突然間很平靜地對他說：我想我明白了，雖然你看起來很冷靜，但你其實很害怕。你就像我們家壁爐上掛着的你小時候的照片裏那個孤獨的小男孩，那是世界上最孤單的小孩。你從來不屬於任何地方，而如今你卻和我這個世界上最健談的女人在一起，我讓你不知所措了。所以你就躲進自己的內心世界，試着讓自己冷靜下來。真的好悲哀，你心裏某個地方一定仍然覺得很孤單。旅客記得這一刻，他突然覺得自己被看見了，被理解了。儘管他的妻子在生他的氣，但他愛他。要讓你的愛保持活力，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銘記這些情感緊密聯結的關鍵時刻，並把它們置於你們都能看到的地方，就像我們對待流傳了美好時光的家庭照片一樣。他們會提醒我們的關係是多麼珍貴，而親密又是怎樣的感覺。這些關鍵時刻會提醒我們有一些簡單的方法，即只要我們注入關懷的力量，就能改變伴侶的內心世界。用儀式來紀念分離與重聚的時刻。儀式是歸屬感中很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們是為了識別出一段特別的時光或情感的聯結而重複的、刻意安排的儀式。儀式在情感上和身體上都能吸引我們，這樣我們就能以一種積極的方式專注於當下。對於所有的靈長類動物而言，相聚與分離都是關鍵的依戀時刻。從我們與年幼孩子相處的過程中，就能夠感受到這一點。我們習慣性地與他們吻別，並在他們回到我們身邊時擁抱和迎接他們。為什麼不花點兒時間以同樣的方式認真對待我們與愛人的關係呢？經常性的小舉動可以傳達於你對我很重要的資訊。這對維繫一段安全而健康的關係大有幫助。伴侶之間有時很難識別這些分離與重聚儀式的重要性。當我問喬爾在他和艾瑪的婚姻中有哪些儀式時，他一臉茫然。他告訴我：見鬼！我知道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們家的狗總是會蹦蹦跳跳地向我打招呼，我總是坐下來拍拍它。但我想我忽略了艾瑪。你是指，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我留意到有規律地去做的讓我們活躍起來的事情嗎？我不確定。喬爾撓着腦袋，艾瑪則在一邊樂樂地笑着，助他一臂之力。你這個傻瓜，當然不僅僅是狗。除了我們兩人疏遠的那段時間外，你總是會走進廚房，溫柔地說：我的寶貝還好嗎？然後你也會拍拍我，通常是拍拍我的背。我非常喜歡你這麼做，也常常期待你這麼做。喬爾看起來鬆了一口氣，對他說：哦，那太好了。從現在開始，也許我應該拍兩下，再加一個吻。我指的是給你，而不是給我們的狗。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東西通常會慢慢流走。關係緊張的伴侶有時會因為失去了這些生活中的小儀式而傷心地抱怨。海西對尼克說：你早上出門前都不來抱我。事實上，你甚至連再見都不跟我說，就好像我們只是室友。我們生活在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而你對此毫不在意。在經過了幾次 ARE 對話之後，海西和尼克決定恢復這些儀式，並互相關心，詢問彼此當天的工作計劃。有時，我們也會把這些儀式延伸到家庭生活中。我還記得，在我的孩子降臨後，星期日的晚餐從一個特別的兩人晚餐變成了一個家庭活動。我也記得多年以後，我的兒子抱怨說：我很忙的，為什麼一定要在週日晚上聚餐呢？我的小女兒冷淡地回答他：因為今天是星期日，我們是一家人。這很特別，傻瓜。我會幫助夫妻們設計他們自己的親密儀式，尤其是讓他們意識到相聚與分離，或是感到有歸屬感的關鍵時刻。這些都是為了持續培養情感聯結而精心設計的情景。以下是我經常提出的建議：在起床、睡覺、離家和回家時，
定期、有意識地與伴侶相互擁抱和親吻，給彼此寫信或留便條，尤其是當其中一人要離開，或是當兩人吵架和好或經過一段時間的疏遠之後走到一起的時候，共同參加一些例行活動，比如正式的家庭聚餐，在家庭花園裏種植初春的花朵，白天習慣性地打電話問候對方，設定一個專屬的伴侶分享時間，這是一段只能分享個人事情以及培養兩人感情的時間，而非解決問題或進行事務性的討論的時間。皮特和馬拉每天都有一個聯結儀式，即其中一人問你還好嗎，或者我們之間相處得怎麼樣，他們就會從其他話題轉移到兩人的聯結上。薩拉和內德已經約定好了每週的固定時間，那就是在星期五的晚餐後，一起喝咖啡聊天，至少30分鐘。他們稱之為已分享的時間，安排一段屬於彼此的二人時光，例如週末早晨在床上用餐，不帶孩子，或者挪出時間每天一起吃早餐。保持定期的約會之夜，即使1個月1次也行。每年都一起去修讀一個課程，學習一些新的東西，甚至一起做一個專案。以私人化的方式紀念及慶祝結婚紀念日和生日等特殊的日子。每當我想要淡忘與所愛之人的重要日子時，我總是記得這些日子都是具體的符號，它們表明你存在於他人心中，而這正是安全依戀的真諦。有意識地關注你的伴侶在日常生活中的奮鬥以及成就，並且常常給予肯定，例如這對你來說很難做到，但你還是勇敢地去做了，或者你在那個項目上非常努力，沒有人會比你更努力了，抑或我真的看到你在努力做一個好父親且是母親。這些鼓勵幾乎總是比具體的建議更有效。我們經常給予孩子這種認可，卻忘了去肯定我們的伴侶。找機會公開地承認你的伴侶或你們的關係。你可以在特殊的紀念日重申愛的誓言，也可以當着朋友的面簡單地向伴侶說一聲謝謝，無論是感謝伴侶做了一頓美味的晚餐，還是幫助你實現了一個個人目標。有些伴侶需要經由這類鄭重設計的安排來改變原先已習慣的缺乏親密關係的平淡生活習慣。肖恩和埃米正在努力從相互疏遠轉變為更親密的關係，他們意識到彼此的生活被工作需要、長時間的通勤以及孩子們的活動所佔據，即使是在週末也難以共處一室超過10分鐘。長期強制性的過度工作以及工作倦怠已經成了我們文化的一部分。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波士頓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舒麗葉·斯格爾 （Juliet Sohr） 在其著作《過度勞累的美國人》（The Overworked American） 一書中指出，美國、加拿大也差不多是世界上工作狂最多的國家，在工作天數和工作時間方面領先於其他國家。肖恩是一個典型的美國人，他每個週末都要工作。公司有任何會計或財務方面的危機，他都必須隨傳隨到，甚至帶着他的黑莓手機和電腦度過了1年1度的2週家庭假期。自願簡約運動 Voluntary Simplicity Movement 的領導者之一瑟西爾·安德魯斯 Cecil Andrews 在他的調查報告中指出，北美地區的伴侶平均每天只在一起聊天12分鐘，而肖恩和埃米估計，他們每天交流的時間，更為準確地說，只有5至6分鐘。談話的內容主要是安排時間表和做家務。性生活方面就更不用說了，他們總是太累了。他們決定將兩人的關係放在首位。用肖恩的會計術語來說，他們將會經營好他們的主要投資。這意味着他們會減少與孩子一起活動的時間。每個月安排1次兩人約會，在周日上午抽出時間享受性生活，每周要有3個早上一起共進早餐。埃米在家工作，所以肖恩白天會打電話給他，聊表關心，有時候還會叫他的昵稱。如果埃米旁邊有人問他是誰打來的電話，埃米會說，是我的關係修復專家。這對夫妻終於重新找回了他們的時間，並且刻意找到了滋養他們感情的方法，使得兩人的關係得以成長與加深。安全第一，把實際衝突中的依戀議題釐清，
以便後者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決，視為係彼此間堅韌愛情的關鍵。20世紀80年代，在我們第一次使用情緒聚焦療法進行研究時發現，那些能夠迅速學會相互支持並迅速建立更安全情感聯結的伴侶，更善於解決那些過去曾經困擾他們關係的日常問題。他們會突然變得合作、開放且靈活。我們發現，這是因為對他們而言，日常生活中的問題就是問題本身。他們不再會將伴侶間的依戀恐懼和未滿足的需求搬上熒幕。吉姆和瑪麗現在終於可以在談論吉姆的深海潛水之旅的同時，不陷入魔鬼式對話中了。但就在不久前，只要一提起這些旅行，瑪麗就會對吉姆大男子主義的疏遠和瘋狂的冒險而感到憤怒和焦慮。現在，當吉姆要進行一次長途潛水旅行，而瑪麗感到不安時，吉姆會首先問瑪麗，她是否需要一些說明，讓她在這次談話中感到安全。吉姆會問瑪麗：你有什麼想要分享的感受嗎？瑪麗很感謝吉姆的詢問，並表示自己的確有些害怕。雖然當吉姆去旅行時，他不再感到自己被拋棄，但他還是會有點焦慮。他提到吉姆的一個潛水夥伴試出了明地魯網，但吉姆向他保證，他絕對會遵守他們已經商定的安全規則。並且提出，如果這個潛水隊伍真的讓瑪麗擔心，他就放棄這次旅行。瑪麗感到自己的想法被聽到並且得到了保證，於是能夠以開放的心態去理解到這次旅行對她丈夫而言有多麼特別。然後，在大約10分鐘內，他們就一同解決了吉姆這次旅行所涉及的重大實際問題。我會鼓勵伴侶在規劃未來的過程中，圍繞着某個目前持續存在於兩人之間的問題，比如妻子希望丈夫能更多參與孩子的生活，先開啟一段 ARE 對話，並分享由這個問題引發的依戀需求與恐懼。然後，他們可以界定實際問題，並作為一個共同體去考慮解決方案。珍妮特過去常常向丈夫莫里斯抱怨，說他從來不幫忙給兒子設立規矩。當珍妮特有需要時，莫里斯只會對他不理不睬，然後退出討論。現在，珍妮特會先表達自己的脆弱面。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母親，她說，對我來說，給孩子的行為立下規矩太難了。我一會兒覺得自己像一個潑婦，一會兒又覺得自己是個懦夫，我已經要被這些事壓垮了。立規矩，應付孩子找的藉口，和老師溝通，開車送他去參加一堆課外活動，要忙的事情真的沒完沒了。我生氣是因為我真的需要你的說明，我沒有辦法一個人獨自面對這一切。我知道你是因為感到挫敗所以才會退縮，但每次當你那麼做時，就會讓我感覺自己是孤零零的一個人，不知所措。我們能不能想個辦法一起來做這件事？當莫里斯知道他的妻子重視並依賴自己時，他終於感到放心，因而能夠繼續傾聽妻子說話，並回應他的痛苦。他們承認，兩人都被教養孩子的重擔壓得喘不過氣來，需要彼此的支援。他們把這個問題定義為兒子與一群生活節奏快的朋友過度交往，因而決定一同為孩子設定一些規則。當兒子不把這些規則當回事時，他們會特別討論如何在與兒子交流的過程中給予彼此支持。討論如何一起養育兒女的對話，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然而，如果對話陷入了被遺棄的極度憤怒或是絕望的逃避中，那就永遠不會有可行的解決方案。解決問題的精髓就在於保持專注與靈活。情感上的安全能夠促進團隊合作與創造性的問題解決。無數研究表明，情感上的安全感和安全聯結與我們表達需求、共情他人、容忍不確定性以及清晰且有條理地思考的能力有關。因此，在試圖找到對問題可行的解決方案之前，先關注那些隱藏在現實生活爭執背後棘手的情感聯結問題，其實是很有道理的。有時候，當生活中出現爭執時，僅僅是明晰爭執過程中的情感樂章，就能讓問題本身也有所改觀。當哈利逼迫唐接受他做人工受孕時，唐猶豫了。他們從很多不同方面描述了這個問題，
比如權力鬥爭、對孩子的不同渴望、唐的自私、哈利的依賴以及兩個人並不適合成為伴侶。這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但在二對話中，這些問題不斷地轉移並縮小。唐已經有能力談到哈利對孩子的癡迷如何讓他覺得自己是多餘的。有時我會害怕，對你而言我只是個精子庫。唐說：我需要知道，我這個人本身對你而言就很重要。一旦哈利與唐能夠談論這個問題，而唐也能確信哈利對孩子的渴望是愛他的一種表現，那麼問題就縮小為什麼時候要孩子了。唐意識到，如果他們能再在一起1年時間來鞏固他們的關係，他會更加願意接受人工受孕的醫療程式，而哈利也表示贊同。創作一個修復關係的故事。每當伴侶陷入魔鬼式對話時，對話通常沒有清晰連貫的內容，而只有一種我們之間到底怎麼了的混亂感覺。兩人的敘述都有可能是混亂而片面的。他們通常一會兒說兩人的關係沒問題，但下一秒就立刻對彼此麻木不仁的指責感到憤怒。他們說需要對方的關心，但在講述的事件中，他們又會拒絕對方的關心。情緒的反覆無常破壞了兩人對親密關係歷史的理解，也讓他們失去了合理描述事件的能力。但是，當伴侶能夠相互關注並感受到自己被對方理解時，他們就能夠在生理與心理上恢復到平衡的狀態，並且能夠有條理地調整思維，為他們的情感和關係創造一個連貫一致的故事。我們用故事來理解自己的人生，也以故事為榜樣指引我們的未來。我們塑造故事，而故事也塑造着我們。只要伴侶雙方有安全感，他們就能夠為他們的關係描繪出一個條理清晰的故事，找出從情感失聯中重歸於好的方法，並使兩人的關係更加牢固。這不僅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總結了他們的過去，同時也為他們的未來提供了一幅藍圖。在你自己的以修復關係的故事中，你應該回顧你們倆是如何陷入缺乏安全感的漩渦，之後又是如何找到方法一起走出困境的。當尼科爾和伯特一開始來找我的時候，他們兩個人描述的故事版本完全不同，以至於他們都不認為對方的說法有任何的正確性。他們生活在一個如此迥然不同的婚姻裏，兩個人的說法都不太合理。然而，幾個月後，隨着兩人的感情漸趨穩定，他們能夠創造一個清晰、合乎邏輯的故事，來講述他們的問題是如何演變，他們又是如何挽救婚姻的。他們將其命名為尼科爾和伯特如何征服惡魔與疏遠，並最終創造了親密無間的擁抱。是的，我們一見鍾情。伯特說：盡管我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們各自也從未經歷過真正良好的關係，即使與我們的父母相處也是如此，但我們相處得很好。我們都愛着對方，但當我們的3個女兒相繼出生後，我們之間的關係就變得越來越冷淡。尼科爾的領域是家庭，而我的領域則是工作與運動。在他的身體出現健康問題之後，我們就不再有性生活了。我們開始真的失去聯結。我想，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的錯，因為我沒有給予他足夠多的支援，而是躲回了工作和與朋友的交往中。不過，這不完全是你的問題。尼科爾大聲說道，我當時也有點兒迷失，開始對你的一切都吹毛求疵。於是我們就陷入了尼科爾攻擊、伯特逃避的惡性循環中，一直到我們眼裏都只有對方的糟糕之處。最後，我們終於意識到我們正在失去彼此，於是我們開始非常努力地去冒險分享彼此的傷痛之處與需要。最後，我們意識到，原來我們雙方都感覺到極度的孤獨。伯特繼續講他們的故事。我認為對我們幫助最大的是理解我們其實沒有那麼不同，我們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我們的沮喪。我必須知道我的疏遠是如何讓尼科爾感到脆弱與害怕的。當他冒險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對他產生了一種全新的感覺。尼科爾笑着對丈夫補充說，
對我來說，我的轉捩點是你告訴我，你已經不想再聽到我數落你身上的所有缺點，你已經筋疲力盡了，感到悲傷，並以為我不再愛你。我不想讓你這麼做，所以我們都找到了一種方式來交流我們的傷痛之處，互相幫助，再給彼此一個機會。當我們回顧並談到最小的孩子出生的那個晚上時，你幫我放下了過去所有的受傷和怨恨，因為你承認自己沒有像我期待的那樣，在醫生面前為我挺身而出。你的坦誠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它讓我能夠再次開始相信你。伯特轉向我，笑着說，我想，我們聽起來對彼此相當滿意，但其實這更像是我們付出了很多才做到的。我覺得我再一次擁有了我的妻子，我們找到了重新親密的方法。我喜歡我們可以交流溝通的感覺，也喜歡交流我們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這會帶給我信心。伯特和尼科爾不需要太多協助就能整理出這個故事。有時候，我也會給伴侶們一點兒提示，讓他們更清楚地表達故事中的要素。如果你需要幫助，我建議你們可以互相幫忙回答下列問題。用3個形容詞或畫面來描述當你們的關係陷入不安全感與消極迴圈時的情景。例如，熱死胡同2筋疲力盡2已離去。用2個動詞來描述你們兩個各自是如何陷入消極互動的，以及你們是如何改變這個互動模式的。比如，我推了你，你轉身離開。但我們最終學會了表達各自內心的恐懼，並向彼此伸出援手。你們之間是否有過這樣的關鍵時刻？你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對方，感受到新的情緒體驗，能夠彼此互相幫助。例如，我記得我離家出走的那個星期六的下午，當我回到房間時，你正在哭泣。你臉上的表情真的打動了我。我所感受到的只有我們彼此的悲傷，於是我走到你身邊告訴你，我想和你重歸於好，我需要你的說明。我們必須互相幫助才能做到這一點。用3個形容詞、情緒或者畫面來描述你現在的親密關係。比如，意活潑的心滿意足的高興的幸福的手牽手。有沒有一件你們現在會做的事，用以保持你們之間的情感聯結足夠真誠且不斷發展？比如，入睡前擁抱，醒來時親吻。瑪麗昂和史蒂夫在成功地將他們的關係從無休止的爭吵轉變為安全的情感聯結之後，回顧出了下面的故事。一開始，我們的關係非常冷淡、緊張而且孤單。瑪麗昂說，當史蒂夫推門或用力敲門的時候，我就會轉身躲起來。我們都認為是對方的問題。但那天，當我們都開始談論離婚的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原來我們都害怕失去對方。於是我們開始互相幫助，冒着風險去一點點學習互相信任。此時，史蒂夫策劃道，談論事情真正好轉的時候是最有趣的。對我來說，那個關鍵的時刻是瑪麗昂哭着告訴我，她一直認為自己不夠漂亮，不夠聰明，她很抱歉最終會讓我感到孤獨。她想敞開心扉和我在一起，但她會害怕。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樣與她親近過。我一直不明白她內心的感受。原來她疏遠我的時候，並不是想傷害我。我從來都不明白我的憤怒言論對她的影響有多大，會讓她覺得自己有多渺小。我問道：那你呢，瑪麗昂？你還記得有那麼一刻，全新的體驗出現，讓你對史蒂夫有了全新的看法嗎？哦，是的，他回答。而有一天晚上，我們談到他一直逼我，直到我崩潰為止。然後他突然看起來很悲傷，他告訴我：好吧，我寧願你生我的氣，也不願你一點兒都不在乎。至少如果你生氣了，我還能知道我對你而言很重要。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現在，當我再次開始疑神疑鬼時，我就會回想起腦海中的那一刻。他讓我平靜下來。我那強壯有力的丈夫需要我在乎他，這很神奇，
不是嗎？他歪着頭笑了笑，好像他剛剛發現了一個最微妙的秘密，正是這個秘密改變了他的內心世界。對於兩人目前的關係，史蒂夫和瑪麗昂很輕鬆地就能夠想到一些積極的畫面。他們一致認為，最能代表他們現在如何相處的畫面，是他們在晚上互相問候和擁抱的情景。瑪麗昂說，自從他們的關係好轉之後，他感覺自己更加自信於了。現在，他覺得和史蒂夫很親密，這在某種程度上讓他處於一種了平靜的幸福中。史蒂夫措辭謹慎地說，當他冒着風險向我靠近時，我的心就被他融化了。我感覺很興奮，我們之間的信任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融化、興奮和信任，這麼形容可以嗎？我告訴他，在我看來，他們會做得很好。我讓他去問瑪麗昂，而他以開懷大笑作為回應。然後我們談到，有時候他們會錯過彼此的依戀信號，因而很難對對方做出回應，進而陷入消極的互動回圈。他們精確地回顧了他們目前是如何能夠做到在魔鬼式對話中阻止負面情緒蔓延的。每當這時，史蒂夫就會對瑪麗昂說，我們都快要失控了，兩個人都很受傷。瑪麗昂告訴我，我真正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深吸一口氣，然後逃離當下的情景。我對史蒂夫說，這太可怕了，我們需要慢下來。他們一致認為，當那些受傷的感覺出現時，他們能夠願意花時間去傾聽和安慰彼此。我請他們告訴我一件他們目前正在做的，維持了他們在情感上積極互動回圈的事情。他們告訴我，每隔幾天，他們就會給對方寫一封充滿愛意的信，並把信貼在枕頭上、公事包裏或儀表盤上。真不錯。我有時也會為我的孩子們這麼做。我怎麼從沒想過要為我的丈夫做這件事呢？他們還告訴我，在每次性生活之後，他們總是告訴對方一件他們真正喜歡的事情。在經歷了那麼多爭吵後，他們都對自己的性吸引力和性能力失去了信心，而他們所採取的是一個能夠讓他們彼此互相支持，讓兩人重拾信心的辦法。創作一個未來式的愛情故事。我會讓伴侶們創作一個他們未來的愛情故事。我們會談論他們未來5至10年的個人夢想是什麼。我們越能從所愛之人身上獲得安全感，我們就會越自信、堅定、敢於冒險。當我們的所愛之人在我們身邊時，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更有信心，並且能夠以一種全新的、寬廣的視野去構想未來。在這個故事中，伴侶們講述了他們對未來關係的看法，然後他們可以相互尋求支持，並討論如何共同實現未來的目標。就我個人而言，我想要開一家公司。史蒂夫告訴瑪麗昂，哪怕是一家小公司也沒關係，但如果沒有你的支持，我就做不到。我希望用一種讓你覺得有參與感而不是感到被冷落的方式來做這件事。你的想法對我真的很有幫助。輪到瑪麗昂的時候，他告訴史蒂夫，他在考慮也許他也還是想要去完成他的學位。他很感激他在他上夜校時幫他照看孩子。然後他提到，大約5年後，他們可能會有另一個孩子。一聽到再要一個孩子，史蒂夫立馬翻了個白眼，假裝要從椅子上摔下來。但他同意他們可以討論這個問題，儘管他對此有些顧慮。瑪麗昂始終關注着史蒂夫，並同意對他的保留意見持有認真傾聽的態度。然後我們談到了他們如何設想兩人未來的關係。他們都想維持住彼此間身體驗到的那種親密感，並承諾會堅持用他們新學會的方式來守護他們的二人時光。瑪麗昂告訴史蒂夫，他希望改善兩人的性生活，並希望他和他一起讀一些關於性的書籍。史蒂夫答應了。他希望他們能花更多的時間和孩子在一起，而不總是和他的家人。這對瑪麗昂來說很難，但他願意傾聽他的觀點，並對此保持更加開放的態度。
他告訴史蒂夫他的底線所在，那就是不能放棄和家人一起過某些節日，而史蒂夫也對此予以尊重。他看着我，對我說：我們之間還不錯吧？幾個月前，我們甚至都不能就什麼時候去雜貨店購物達成一致，更別提應對這些變數和給未來做計劃了。是兩人間安全的情感聯結讓一切都變得不同了。最後，我問他們，當他們年邁時，他們希望怎樣和他們的曾孫描述他們之間的關係。史蒂夫說：我想告訴他們，我是一個好丈夫，我真的盡力讓我的妻子快樂。她是我生命中的光，就像她現在一樣。瑪麗昂一時失語，她雙眼噤淚，喃喃說道：我也是。維持積極的改變，創作新的範例。在瑪麗昂和史蒂夫離開後，我發現自己回想起在 F 的發展初期，我們並沒有太過注意去詢問夫婦他們打算如何去維持他們身上發生的積極改變。我曾以為，只要你理解了愛情，接受你自己的依戀需求，並找到進入 ARE 對話的方法，這些時刻會非常令人陶醉，以致伴侶們自然而然地就能夠保持他們。你不需要刻意地去計劃如何讓愛情永葆生機。但我的伴侶來訪者們告訴我情況並非如此。當你與伴侶形成新的情感聯結方式後，將新的感受、認知及反應整合到一個能包容這些變化的故事，終是很有幫助的。你們創作的修復關係的故事，能夠為你提供一種連貫的方式來反思你自己的親密關係戲劇。但無論你的焦點多麼清晰，這場戲劇總是在反覆上演。伴侶來訪者們告訴我，這個故事能讓他們更容易保持已經做出的積極改變，並為他們的關係提供一個範例，能讓兩人共同建造親密關係的安全港灣，並且使他們有能力一次次地重建它。伴侶也可以隨時調用這些積極的範例來說明自己處理當下的互動，尤其是在觸碰到彼此的傷痛之處時。他們幫助我們控制受傷後的情緒波動，處理我們的疑慮，並讓我們保持情感的聯結。這就像我們駕駛飛機遭遇亂流並變得恐慌時，通過回想我們之前是如何處理這種情況並安全着陸的，就有助於我們平靜下來。彈性關係修復故事就有點兒類似起到這種作用。瑪麗昂有一次告訴我，有時候我的整個身體都在尖叫着，讓我快點兒逃跑。這一刻的情景就像我和我父親以及和前夫的關係一模一樣。之後，我想起自己曾冒險向史蒂夫敞開心扉時的美好體驗，這幫助我回過神再次冒險，而不是把他拒之門外。有時候我的理性告訴我，回不回應取決於他，我不應該報以希冀，但之後我又想起他曾經告訴我，除非我幫助他，向他吐露心聲，否則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這個感覺就好像我的部分大腦在說，我正身陷於鯊魚出沒的海域。但我又回想起那些積極的畫面，他們提醒我，其實我只是泡在一個小小的池子裏，我和史蒂夫在一起是很安全的。新的積極情感聯結模式不僅挑戰了我們過去看待和回應伴侶的慣有方式，也挑戰了我們與父母和過去戀人成千上萬次互動所形成的關係模式。他們改變了我們對親密關係以及關係中可能發生的事情的認知，也改變了我們對人本身的看法。我指的是那些由我們的過去引發的憤世嫉俗與不信任他人的心理。我們甚至不曾意識到自己的這些想法，直到我們陷入恐慌，無法安全地與愛人建立情感聯結時，他們才突然出現。史蒂夫告訴我，有時候當我無法靠近他的時候，我就會陷入那種真正的消極狀態中。我的大腦告訴我，所有的關係都是扯淡。你不能信任或依賴任何人，只有傻瓜才會試着這麼做。時刻小心自己的背後，保持對自己的掌控感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這個時候，我就會變得充滿敵意，而敵人是瑪麗昂。但這些天裏，我和瑪麗昂能夠建立情感聯結了。每當這些想法出現時，有一部分的我非常平靜，並且會想起這個關係修復的故事。也許它更像是一部電影，
而不是一個故事。當我想起我們創造的故事中的那些畫面時，過往的痛苦似乎就會消失。我認為這個方法有助於我對妻子和其他人保持更開放的態度。約翰·鮑爾比認為，我們通常會將與所愛之人成千上萬次的小互動進行歸納，在腦海中建構喜愛與被愛的模型，而這些模型指導着我們現在的期望與反應。如果這些我們過去歸納的模型是清晰、一致而積極的，那就沒有什麼不良影響。但如果是消極、令人困惑又混亂的，那就不妙了。我們總是更偏向相信已經知道的東西。如果這些過往經歷帶來的信念是消極的，它就會把我們困住，使我們難以相信自己仍然可以與所愛的人擁有積極的未來。消極的模型告訴我們，親密關係是危險的，依賴他人是愚蠢的，我們不值得也不要期望被愛。積極的模型則告訴我們，他人基本上是值得信賴的，我們是值得被愛，有權得到關心的。當我們學會與伴侶建立安全、有愛的互動，並將新的體驗整合進能夠肯定我們與他人互動的模型中時，我們就進入了一個全新的世界。那些從過往的關係中產生的舊的傷害和消極的看法，會阻礙我們以協調的方式回應我們的愛人，而現在我們能夠將他們拋在一邊。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瑪麗·梅恩 （Mary Main） 以那些對他人有內在信任感和安全感的成年人為物件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這些人擁有這些品質的關鍵，並不在於他們過去總是與父母和照料者之間保持愉快的關係，而是在於他們能夠在情感上保持開放的態度，清晰地描述過去的人際關係，反思過往經歷中的好與壞，並試圖理解他們。當我鼓勵伴侶們將他們新的互動模式與他們關於愛和被愛的觀點融合到一起時，我是在鼓勵他們從積極的角度去重塑他們無意識中的模型，以便與他人建立緊密的聯繫。這種新的模型會說明兩人能切實地活在當下，而不是活在過去的情感陰影中。如果是在諮詢中，我也許會說，我知道你的杏仁核，也就是大腦中掌管情緒的區域，正在聆聽新的資訊，並在這裡做出了不同的反應。但可不可以請你將這個新資訊整理、製成表格並儲存到你的前額葉皮質，也就是你的腦部負責推理的區域中，以備未來參考之用？神經科學相關的研究能夠說明，我在這裡不僅僅是在使用比喻。丹尼爾·西格爾 （Daniel Siegel） 是將這些腦部科學的發現整合進我們對於情感關係理解中的主要支持者。他在著作《由內而外的教養》（Parenting from the Inside Out） 一書中指出，心智模型以神經放電的形式根植於我們的大腦，神經元之間相互傳遞資訊。正如加拿大心理學家唐納德·克布 （Donald 告訴我們的那樣，如果同一資訊一再被重複傳遞，這些神經元就會同步發射信號並且連成網路。也就是說，新的經驗如果經過反復思考與內化，真的能夠重塑我們的大腦。因此，瑪麗昂和史蒂夫其實是在忙着將新的互動模式轉為他們大腦中新的網路通道。這些通道會強化兩人積極看待和關注彼此的方式。我認為，在對話7裡所提到的所有讓愛情永葆生機的方法，都有助於將神經元連接在一起，創造一個充滿希望與信心的神經網路。這將說明伴侶們在未來也能夠保持他們之間的情感聯結。最後，所有這些回顧、儀式與故事，都是鼓勵伴侶們持續關注他們關係的一些簡單方法。這種關注是讓一段關係保持活力與健康的氧氣。心理學家羅伯特·卡倫 （Robert Caron） 在其著作《依戀的形成》（Becoming Attached） 一書中提醒我們，想要擁有一份強烈而持久的愛情，幫助兩人在情感與智力上蓬勃發展，我們不需要變得富有、聰明或幽默，而只需要在那裡，在這個短語的所有意義上。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愛情就能永葆生機，它會一次又一次地開花結果。扮演與練習，在你們目前的關係中，是否出現了存在危機的時刻，或者是剛萌芽的不愉快或焦慮感？你能準確指出你最後一次有這樣的感覺是在什麼時候嗎？你的身體會給你傳遞一則資訊
我現在感覺不太好。然後你會突然被某種情緒充滿，你能說出這種情緒是什麼嗎？你的愛人能夠怎麼幫助你呢？什麼能讓你平靜下來，讓你安心，並停止即將展開的惡性循環？你能與愛人分享這些事情嗎？你能從現在的親密關係中發現微小的積極時刻嗎？這些時刻可以非常細微，只要他們觸動了你的心，讓你嘴角露出微笑就算數。你的伴侶知道這些時刻嗎？請告訴對方。你能夠列舉出你們關係中的關鍵時刻嗎？在這些時刻，你們的關係進入了下一個階段，或者是你或你的伴侶敢於冒險去變得更加開放和具有回應性。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你或伴侶到底做了什麼，以致出現了這樣的效果？有時，我們會想起初吻、大吵一架後的重逢，或是愛人向我們靠近並滿足我們需求的那個時刻。你們現在有象徵着歸屬、分離或重聚的儀式行為嗎？你們會有意識地互相問好或道別嗎？試着與你的伴侶一起列出你們之間的儀式行為。你們能夠創造一套日常生活中用來增進感情的新儀式，以幫助你們變得更加開放、更具有回應性、更投入地關注彼此嗎？想象一次你和伴侶試圖解決問題但以失敗告終的討論，看看你能否把潛藏在討論之下的依戀需求和依戀恐懼寫下來。你會如何向你的伴侶表達這些依戀需求與恐懼？你希望對方能夠如何幫助你？如果你真的得到了對方的幫助，你認為這會對你們的討論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你的伴侶一起精心構思一個修復關係的故事的開端，內容包括你們曾經是如何陷入魔鬼式對話，又是如何擺脫它，如何創造一個對話並重新建立你們之間情感聯結的過程。你們從這個故事中學到了什麼？如果你感到創作這個故事有些困難，請和你的伴侶討論這個問題，並運用之前在對話7中提及的要素，比如用3個形容詞來描述你們之間的關係，來幫助你。討論對話7中所舉的例子也會有所幫助。共同創作一個未來式的愛情故事，描述你們在未來5至10年內期望擁有的親密關係。選擇一件你自己當下就能做的，能夠幫助你實現這個期望的事情，並與你的伴侶分享。你的伴侶會如何幫助你實現這個期待？你每天在做哪一件小事，能讓你的愛人覺得你把對方放在了心上？詢問你的伴侶，這件小事會對你們的關係產生怎樣的影響？至此，你已經完成了一段新的愛情科學的觀光之旅。這項科學告訴我們，愛其實比最甜蜜的情歌所強調的還要重要。愛情並不像那些情歌裏唱的那樣，是一種神秘莫測、令人神魂顛倒的力量。愛情其實是我們生存的行為法則，其中包含着我們已經能夠理解的精妙邏輯。這就意味着擁有一段堅韌、能夠令人深深滿足的愛情關係並非遙不可及，而是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實現的目標。正是它改變了一切。